来南投中寮乡的石龙宫是真出名的泡面的土地公庙。讲即摆有人毋是摕泡面，是摕鸡头，趁人无注意，甲洗落天公炉。顶个月，台南的西路店，嘛有人摕鸡腿洗落香炉，讲两个人生做真共，庙方已经来报案。民俗老师讲，有人想讲甲鸡头放伫天公炉，会当梦想成真。其实这已经触犯着神明，颠倒会去互天兵天将来处罚。警方嘛来提醒，这款的行为嘛卡着刑法，会当处6个月以下徒刑。搁在香火的塑胶盒内底，缀一个无煮过鸡头。那这个塑胶盒是为南投中寮乡石龙宫庙前的天公炉内底挖出来。我是感觉这叫离谱的吧？手喊，因为这炉的时候，咱就是要互进价插香的。庙的人讲，过去民众拢会摕泡面来拜拜，卖伫咧庙内食免费泡面。不过这个月16号，一个查甫人毋是摕泡面，是摕青的鸡头来，佮偷偷进去天公炉内底。请各位帮忙一下，不然像此风不可长啊！不然每一间庙都这样放。就扰乱人心啊！庙会怀疑这个查甫人和顶个月来到台南西路店香炉内底放青鸡腿的是同一个人，是安怎要伫咧天公炉内底钱无煮过鸡腿和鸡头咧？民俗专家安尼解说：把这个鸡头放在这个天公炉呢，是可以让这个自己的心想这个成真呢，或者是说要去影响到这一个寺庙的地理风水，其实就是所谓的亵渎神明，反而会招来这个神明的这一个兵将的这一个所谓的惩罚。不管是什么原因，庙方烦恼别人的模仿嘛随报案。警察提醒，进前台南钱青鸡腿案件，嫌犯已经犯以刑法侮辱庙宇罪以上。若是个人犯类似案件，得罚款6个月以下徒刑。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